这2、3档啉酒赛车是掠甲真严，嘛罚甲真重。也毋过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，今年1月到5月，酒驾死伤的人数无减少，颠倒增加。台中市啉酒赛车的车祸造成612个人死亡是全国上侪，比去年的同期增加超过5成。7月初5，台中市一位男性借酒赛车，拒绝警方拦检，结果连续冲9个红灯，尾仔互人查落来，发现酒测超标，以公共危险罪上班。虽然警方有严格执行处理酒驾，不过根据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统计，全台1到5月酒驾死伤的人数，毋但无减，佫颠倒愈来愈侪。如果还有任何一个无辜的用路人，因为酒驾而伤亡，这都是我们不能忍受、不能接受的。其中，台中市酒驾死伤的人数有612人，比去年同期是增加217人，排全国第1。第2名是桃园市的506人，第3名是台南市。若死伤的人数和去年同期比起来，台中市嘛是增加上侪，有54.9%。第2名和第3名分别是基隆市和平湖县。不少民众是真烦恼，因为酒驾就亲像是道路的无定时炸弹。要喝的还是会喝，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是不怕他不怕的话就是也没有用啊。当然，对我们一般来讲，普通百姓来讲，当然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酒驾的人在你身边啊，尤其是晚上。台中警方表示，处理酒驾一直是执勤的重点。今年1到5月，处理违规的数量拢是排6到第2，酒驾比去年同期嘛减少4个人。为了防治酒驾，也会和相关业者执行授权专案。好，我们警方就会去做一个宣导。好如果有一些酒驾事故是发生在该餐厅的话，我们就会请我们警方去跟餐厅做一个劝导的动作。另外，加强执法的部分也规划逐个月8到10届的处置勤务，尤其是加强主要道路的执法。另外，对公车18岁以上的乘客，也有连坐的处分，要全力阻止酒驾行为。记者台中报道。